当年12月到3月，这是虎尾镇糖业铁机路上无用的时阵。伫这时呢，这来到虎尾镇，唔来使闻到这个做糖所闻到这甜甜的香气，更加使到全国看到全国为再甘蔗5分车。啊，为了这个糖业文化资产，这个云林县政府呢，加相关的单位为你推出这个5分车的旅行场，更加伫这个高铁啦，甲5分车车路交接的所在，设这个灯开所在，欢迎讲全国乡亲做伙到虎尾去了解到100年糖都的文化魅力。耶！欢迎大家。为了推广糖业的文化资产，云林县政府推出有5分车的旅游行程，伫高铁脚踏车道，阁有5分车铁路交接的所在设置拍卡景点。今日云林县长张丽生嘛带贵宾做回来骑铁马。全台唯一3铁同框哦，不只是高铁、糖铁，还有铁马啊，难得的这个时间的交汇哦。那在我们云林县的虎尾镇，可以拍下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当年12月到3月是虎尾糖业铁路上无用的时阵，伫这个季节来到虎尾镇，唔但会使闻到做糖甜甜的气味，阁会使看到全国唯一载甘蔗的5分车。我们现在打造这个景点呢，让我们最快跟最慢的这样的一个铁道能够在这里共同来让我们所有乡亲一起来拍照打卡啊。欢迎全国的乡亲做伙来到虎尾，了解100年糖都的文化魅力。